我们的雪艺姐姐，还有我们的郑志大哥。来，后天的歌曲，我们的月亮。来，播一下歌嘞。
唱的真好啊2个月亮在前面一点啊。哎呀，我们的雪姨姐姐哈，还有哦郑志大哥，不错哦，哎你两个手嘛是真高哦。真的呢。哦，你两个是感情不好呀，徛在遐开。啊，朋友也免徛遐开。他说他们第一次合作啦，哦，第一次合作呀。所以要徛开耶。是你找无人还是找无人？我朋友就迄个阿兰介绍的啦。安尼哦人介绍的。伊介绍给你两个杀到对对啊。啊，你两个不是有熟悉吗？你是嫌伊无还是嫌你无啊？啊，我来开玩笑啦哈。开玩笑。不错哦，第一次合作啦，感觉唱得不错哦。感觉安怎？没啦，真好。真好安尼啊，这也感觉嘞。也可以哦，不错。哦，那样好啦，安尼好啦。我讲你若讲客气，我讲可以，下次2个又凑在一起哦。好，对啊，安尼好呀，哦，安尼生好像无去演的对吧？没办法，去光就不错啦，其实唱歌就这样子嘛，对吧？对，快乐啦。哦，好的，哥哥来先给大家问候姐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好，来你好，就这样子。姐，我你来，你们两个讲一句鸟。电视机的头前朋友，大家好。是哈。好啦，大家都好安尼啦哈。好啦，有机会啊，较常来，安尼好不好？我常来哦哈。好 ，OK，谢谢你们。来，我下周来，谢谢我们的雪姨姐姐。哇，能用真客气啊，你吼。对。